日本南部地区的灾情暗惨，故所分配係提高雄民農同屏東領導出身嘅管理學者彭炳熙同彭志能，都會義賣2年強下寫，同時能出版的新書，買落嘢錢都會拿來賑災。馬家按照每季有人用辦管理，因為拄到天災人禍嘅時節，每季管理就變做嚟太荒漠。國內有名嘅學習管理學家，也係中華工業發展協會嘅創會理事長彭炳熙博士，就大白講，188風災，政府就誤導咧每季處理風災黃金時間。最重要嘅時間伊全部一次誤判啦，按搶伊哋嘅做唔得啦，所以也個也以管理嘅缺點，處理危機要一個 team。一個團隊啊，從也俾阿邊嗰樣嘅，他也有準備呢，但是莫以下面領本人啊，有啲全部點喺度嘅咩？災難已經發生咧，政府該危機處理要檢討，香港災民要用辦持久，老風險管控到最大。王教授也有實際嘅建議。也個提咧，啊，3個人佢就會上教育運用嘅，就遇到可以請朋友呀，搶地現場冇用嘅啦。危機處理唔係全部人做同樣嘅事情啊，要分散。他講嘢，我做嘅事情要分開啦。新書唔但將為教人用辦管理風險，還會建出書本來義賣。小弟義賣嘅錢唔拿到，還會朝企業家向下出錢出力，來填收南部客家總價用錢。啊，全部用義賣嘅，一般都賣300元嚟賣出去，賣出去也全部錢都全部建做綠隊嘅88歲在自用，尤其係睇下扶育一個北部客家人上到南部客家人嚟中間嚟幫忙，賺嘅錢出來用至社會，按呢個操啊，尤其是按呢個幫助嘅弱勢嘅呢個出權。除咗企業家建出嘅公司嘅營業所得80萬元，還有客家社團也募集了獎金40萬元。能把書本義賣到嘅錢，所有嘅微信錢都係希望讓南部再去填收，合作隊伍來重建。客家新聞7分之王小琪台北報道。